坛艺术的窗口，评坛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新年好！辣盖搭呢，也向观众朋友祝以新年的朋友，祝大家啦新的一年当中获得新的快乐。好了，那么从今天这一期开始哈，我们每逢周六电书场呢将为大家推出名家名篇赏析。这个专题将精选我们节目资料库当中的资料，播出最具代表性的名家名篇，同时呢，结合他们的作品为大家集中介绍名家的艺术特点希望大家喜欢。平台艺术发展的进展呢，让这个艺术百科当中有无数经典的、经得起历史推敲的平台艺术作品。同时呢，层出不穷的涌现出一批是平台爱好者欢喜的平台表演艺术家。没错。那么你呢，将通过每个专辑来介绍艺术家他自己的作品，让你带着广大的观众朋友来铭记艺术家，来分析了精彩的财富。那我们今天第一期要介绍的这个苏州评坛的第一位泰斗那就是我们广大评坛爱好者最喜爱的蒋月泉先生。那蒋先生呢，成名于上个世纪30年代晚期，以他的天赋和勤奋创造了蒋派弹词艺术，包括说学弹唱一整套的说唱艺术那其中呢，韵味醇厚的蒋调也仅仅是蒋派艺术的一部分。那么凭我晓得，但是平台的爱好者基本上讲可以侪是非常的欢喜这样派艺术。那么可以讲这样一个身上，一个识别是相当的精辟，几乎是没多余的闲话。那么一个唱呢，更加是使人带在。这样的一个唱腔，你讲究的是唱法技巧，由于张声音的处理呢，丰富了唱腔的艺术结构，所以大家对这样的可以讲是心有独钟。那么这样一个三一个弹奏，还是技艺精湛，难度很高。那么这个弹呢，还是为这个唱来服务的。为这样一个乐队，还是非常的轻松的愉悦。你手起的神物更是栩栩如生的3目3分。说的有道理所以我们就说，要成为一名艺术家，真的非常不容易的要从各个方面都要体现出他的魅力来，才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对的。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蒋月泉和姜文兰双档弹唱的《玉蜻蜓》选段《问伯》。问伯这段有些什么特色呢？各位书面还不相的。你看玉蜻蜓当中并不是鬼子书，那么用这个行话叫龙堂书。龙堂书，就是讲没有关子可卖。没有关子可卖。没关子的，也没把成绩可以拉入观众。那就是难度比较大。对，完全是看艺术本身的意境来吸引观众来欣赏。那么文伯搿头书呢，主要是讲说明先生猴瞎子在金都娘娘的屋里向去说明。这样子呢，就是拿搿个猴瞎子十分穷困劣等的军态描述得淋漓尽致。以及你到门宫追称2个人的调侃搿三非常富裕的生活化，使观众朋友捧腹大笑。特别是这样一个伊拿起一把3叶手起的猴瞎子，可以讲是栩栩如生。把观众朋友的印象十分的深刻。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台词经典。说金东娘娘请一个猴瞎子到屋里向来凄苦了说明。那个男人金官伸出妻子不收了，不晓得了外地凶吉日。那么听瞎子来。要说明文博，门门凶吉。一张椅子，水里向拿一根竹头将明上，这个瞎子拿竹头当眼睛用的，啥样子？禁止金家的一个门是口头切磋，有点道德的朋友呢，看见瞎子晒的专营的，还有一种人专门去寻瞎子开心，要出力个洋相，瞎先生的外骨头浪向个快爽得一塌糊涂。门上最听拿里领得他中门跟随，一口里向个乌头出来叫五花了。怎么晓得金东娘娘怕五花来拿里领进去了？我个明上头这种五花水里向一种嘛，这个大块头最听出去，瞎子也不晓得，连牛当子最听，最叫瞎子。多少？这哦哟，起码瞎子3个开，也晓得了。生意好的请来吃点心还是要多少觉得俺有些姑娘不做心多少侯先生一听个女话多少你拿这个买那个快递走得出来搿阵子个活龙哪个不意思相当说搿阵子活龙家我家你啊对你说呢我
声音你也听不出噻？眼睛嘛不灵，就说鼻息没别个哪里不要听出来了？你告诉我，你也不要听。老乡邻五花妹子。哎，这个听出来着呢。啊，妹子是男啊。哎呀。那男啊就该咋子？那娘娘关着林妹进去呀。多少年？去几个万？最近发哪里啊？对，7次半日岁。出去咋？哎。10多块的。啥啥？已经阴生了呀。阴生了呀？你看外国头那个快呢？你看呀。哎呀。你都上了还是？你理出了黑哇？哦，你来领我。哎，我领你呀。就是来乡里个是我定心菜。哦哟，买啥样有几多啊？啥有不几多？哦，你想好啊？哎，没想你身体还棒。哦哟，你现在人是上不来，上有不可去做，哪大家上个了啊？胡先生。你今天眼睛看的啥？今天眼睛是哪是一个掉下来噻？跟那些等我上帝之家。那从前你打我讲闲话个辰光了，那个声音都让我一眼眼的。现在那个声音就随着我肩高的。听声音听。那么上有不看见么？那种上帝了。我记得上有文看见了，你耳朵都中不了海。就是我到李昌那个没讲闲话是为啥嘞？等着不讲就等吧的。等我哪是嘞？哦哟，你来领我。蛮好。是呀。我要来乡邻菜。哎，先生，你跟我来啊？来头啊。那咱们先给他背笼里吧。蛮好。其他二弟。不要紧的。你两下子他。你真的看不出来。浪费我也不看见。是呀。朱先生。你生意还办？生意啊。你哪闻得出来？那哈？你看我脚浪向搿双马娘，你看呢？这是胖歪歪里头。哎呀，我这个是毛的了，哪了？我本来。生意是兴隆啊，一零啊。这位离你们缘不通。我是家子个真才人。跟你给钱发财哇？发财啊？真才人呀？发我就发得来。弄得一江湖头么谁当空？别人讲叫陈寿明，五郎中，穿的是东山风，国有节日不行哈，非我区马用。别客气，你先生来想寿明真乖。这是啥？你不要叫你后天看了后半生吧？狗血没有啥个后半生。当然。我们是这样讲的嘛。我穷实在用，谁说黄金么要比多？哎呀，错了。我穷么实在用啊，一零啊，他比把他的浪神两不疯。我今天办不着呢。这浪向不疯。可是别人好费几十里噻。是疯子。我穷么真的穷。穷人当中是祖宗。老先生，不出心噶。那。你老听我比人玩。那了。你怎么做怎么人？那怎么来做中？这么穷人呀？我是做哪个祖宗啊？是嘞。你是穷人的。哪着？你等到金家里风吹不上，雨多不上。这个真正你山当高浪向出那个五花子，你给他高于外光着，哪能真是得吃的呢？哎呀，祖宗吃人高的呀！哎呀，好的，别客气。干啥？稍等好。不是一品啊。门开。到底下来乡里，你这还来嘛？我不追动。头名最听光光在海里自家裤子过去。我领过来嘛，我打一脚踢得来，痛得来。嘿，啥妹的呀？不贵啊。先生。放心那，给他开天上找。没好。你是把他坐起上。人家你把他半边，摸起来地当的。总归要来乡里。你说啥？我来先带杯茶不来吃。不要。说个一来嘛，就是吃茶了耍。茶中间吃也可以办。多种人家嘛，就是有手不有茶。别呀。别的。别个。我先来个。可总归要认得。是呀。一来就是吃茶菜。等一下。来乡里呀。
五花馅的里欢喜红茶，也很，茶叶也一头不的。这杯红茶拍得滴滴浓的，它是喝的在，拿出来茶几上一放。陆先生，茶来在。小张呢？现在我弄吧。哎呦，总归要来乡里。别客气。瞎子做那个独立路上来，肚皮碰到这百姓的。今朝早上点心不吃，昨日夜里分吃，昨日中浪吃点葡萄汤嘛，现在啥么就啥子了，总归有点么是下气的，那不得来。不好，这可以说下气了，大概要得干口的了。你肚里向两条外容的，我几只腿在那上蹬。吃得饱个么子唔饱嘞，请你吃药。搿两条老歪个头，这种红瞎子的，背雨浪说上去就好痛了。噔噔，两什么瞎子中间，哎呦，我再分开出来。吴先生，这是啊，吴先生，这是吴先生，这是来，吴先生啊，这是肚里痛，肚里痛啊，哎。肚里痛的讲，肚里痛才是实上的。啊，作为预先讲要来封花心的部位。这刚才你给我拿起来，吴先生，你那男人告诉我，啥个女人病症？那个治毛病男女侪要生的。这个吴先生那位是性病了，那是两毛病症。这个阿叔这个旧病复发了。哦，刚才讲你今年发没？吴先生，你老婆里向痛起来嘛？还说对方吃得啥个么子下去嘛？会得不痛的呢？这个啥么子吃下去嘛，会得不痛啊？这这个种吃得饱么子下去了，谁会得不痛？吴先生，你哪头皮冷啊？你这个，头皮冷啊！两碗糯米，一碗五花，一碗七皮。刚刚一吃，王定老爸爸来说娘娘喊我努力够带买。两碗米300来往去。我那肚里了。吴先生，你是在底下了哪？不是哪了，不是阿来得及了。那么我去拿给你吃吧。你去拿啊？我在地上把那。是呀。没呀。对呀。阿比个。地人的呀。对，你外头过。你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快点啊！金家里侪艺人的呀，同人家，一只盘。40文字，叮叮当当的拿大给他不谁听嘛？手机上一放，陆先生，新来的，谁了文字里？手机上下来，自家我点去吃吧。在上的，孩子听见声音真好不？叮叮当叮，不知哎呀吃完了那个，吃不动个啥心么子？哎，自家摸着吧，4大文字不好。西瓜子，豆苹果吃西瓜子，噗，熏青的，地不地海味，关羽，我也不哭了，里向我有我，来不及个里向要枪决了，还不来噻。第4大文字。哎呀，俺不听起，这可的，哎，俺不听起的国家，我听你说不要乖，哎，妹子啊，你做啥么子呀？俺不能做里头不个家。吴先生，这个文字里像是牛奶片。妹子啊，这种牛奶片是娘娘们这个小爱姑子刚刚一起。有吃吃皮不吃，我上天的吃牛奶片，吃个2袋2多的。吴先生，这个意思里你也吃得饱的。说个意思里叫肚皮我们总归吃得饱的嘛。我来稍微等些。那好了。今天吃噻。你要叫妹子读书的期间。偏见是同里嘛，豆子牛娘豆子。牛豆子。哎呦，儿子们是下锅。娘们来这个豆。据说了公你的这样一个汤，妹子，别讲了，你别讲这样。你这个谁哭啥的？你别搞这样的啊！这一下，我来去口，下次有妈妈让我帮你吃。做情侣的你别装死那个之后的。你等下4大文字虽说他们红红眼睛但是忘给的，
开学馆给一口嘛，现在我刚刚为一问，3只当机，给啥去的？四只下去冲不动，本子拿出来，吹上快，一大路白龙里向出来，白龙里个风来得个头，个头子把那风一起，外头就只成壳子，外头不日子，不过里向个的汤了，还是飞滚发烫。我带过谁听，手机上一放，何先生啊，妹子啊，吃福滚呐，哪了？会上一盆4只， 4只的啦，差不多噻。哪多些人？哪里没娘？那，快拿！哦哟，为快了个哦哟，孩子一摸嘛，不是虚的啊，因为不毛懂的自家吃，一张头子像3个人的绝对是那一个，这个4只下去总差不多，心里开心，我伤了还，干了嘛也进去了，哎，总归要自家人有得帮忙的。刚刚一眼要离吴先生去，也不答应你，你听过去的，你按年上帮他做主人比的。我让你的啥？这天身体还好着。我也贴头子里想到药材。你都来个子？没好吧？没好了呀。你都要么欢喜吃粥呀？是呀。是啦。那么我已经确定个，你粥还吃的。这个年纪大，还要身体去好个呀。对。那么你听着我话，我们现在讲起的。我可听那个。怎么还我都懂了？现在个酒一讲，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真的。那么就对好。自家老上金家里，我要想到你不要。所以乡邻才叫你天女婿，对不对？没好。你放心吧。你等那给他，你放心哈。放心啊。侯先生，你看娘，今天那你找想不着。娘来菜，爸说的娘来菜，印度娘嘛当多来个么位置的吃酒的。是呀。是啦，那么现在夫妻这么差的上，啥？来得个好。哎呦，好不好的。那么你乡邻本来挺乖的，隔壁不中块冰，爸。也真香。这个现在生养不么你打好的。哪来？那年纪在大的到底哪来？是个菜辈子来的。那么过去大家去叩门，我是分期了。你去才把去。我去嘛，这他得个了是。但一看多老夫妻来这个哩。没好了还。哎呦，你都不真个。讲人家嘛是要这个武器去。是呀，好气生的呀。是大铁路的手上。没好。你是来的。你是有良心的。谁想着？是呀，一进去。行行啊。放心啊。吴先生。你个阿狗，现在就上家过去着。后面阿狗来着。那所以爷娘也要紧。这个上梁不怎么下梁花。是为现在老夫妻也和门大瓜边上的。真的。动力不多。哎呦。东山我布局。地地上去。哎呦，没事。不是啥个东西来，西去其实那三家花好。是呀。那这个么真正叫家务凡事行。对。你不讲人家是将来有将来了。那不也噻。你放心啊。那能够放心噻。定心啊。吴先生。我不要说鸡蛋，我不要说。说听没姐姐？哪听你？哪听你把那主人比你吴先生们哪听你呢？哎呀，我在街上你那个吃豆子呢嘛，记得的。你说这样比你偷个伢子要吃豆子？我就是来吃吧。你讲。你吃死了我讲。我拿你讲好子来吃的。你吃吧。不，你。我不讲噻。我随便哪不来噻。吃的。不是我听你也吴先生的。不讲噻哟。不给，吃么让我吃的。我们不我的。双阴尽的有个种人。我分享着呀。吃吧不给。我吃这玩意哟。我听你也吴先生的。不在哟。那不吴先生的。不在呀，你吃呢。怎么我要吃到？真的要吃的也是的。我真的要吃到。我遇上高的吃呢。吃到。还是这个。还是先吃吧，没啥病的事。不就真要不去他们来努力呢？
上次一张啊，豆子往嘴里腾一声，说得10点起来。你要吃那个张纸，哎呀，明龙来的，一干，不晓得这个豆子的鼻子小小薄，外头的发烫，里向的把汤是飞滚发烫，不然一他们鼻子抽脱，而且抽的一面水下带这个喉咙里，往里向去，这把汤打稀了，10分钟以后，照着你喉咙去。而且有个么子得了是烧在烧不得，哈子这个一通不通的，而且把它分开出来，这里像怕有的呀。哎呦，哦，好，猴子，猴子，哦，喉咙去猴子，哎呦，哎呦，多明猴子，哦，汤痛的个，哎呦，我分吃的不离心啊，一片，我这个没这个呀，哎呦，多明猴子，心疼这个没，哎呀。人家不能喝得啥个？你到水塘下来嘛，这个豆子扭了快点了，不晓得不是一听咕噜的一张80块，80块一看到豆子嘛，当时听力去了，把80块抽过来，啊，哦，豆子水，好是好是，你到水捡起来把汤的往鼻部了，你里向不称你都是，啊哇，猴子，鼻部了猴子，去踢嘛。到水去在猴子一点，百姓啊哇，哎呦，百姓啊猴子，哎呦，吃大萝莉，摔大萝莉吃不行，哎呦，那是真的好吃，吃不掉，哎呦，哎呦，我不要吃的，我不要吃的，好先生，我不要吃的，哎呦，先生，你不吃大灯是说不动的呀？为了说明啊，那么整个精神我不说啊，不说待会儿。蒋渭泉先生的讲调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作品，各种思想情绪的开篇选曲都能唱出其中的感情色彩来。那比方说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唱的开篇叫《离恨篇》啊，还有这个《灯下劝妻》，这些都是情绪伤感的作品。那又如像《战长沙》《刀会》这一类描述战场上英雄场面的另一类这个气质方面的开篇，那蒋渭泉呢，我觉得都把握得非常的恰当，也唱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一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那么朱长春呢是这样一个一首芭蕾节目，伊同样用梅江调唱出自观音上的英勇气概，也描绘了古代主场的一种气氛。那么其中一句唱是叫一记分明白昨日恩，是这个一首开篇当中啊，当时伊唱辰光一句十分成功的心腔，也唱出自王忠对观音上的敬佩，他是爱惜，真的是英勇惜英勇。好，我们就听大家来欣赏这样一首代唱的台词开篇周上说。
情，努力呀万众，他你美，他日之把精通问你的，你不能轻掉泪神。当日把他带人去，马不停的谁到那也去，地地上上准归公西至那杨林，他后的英勇万海深，也够好事家龙刚出水，一口儿今日梦后下水林，他们二人杀得风声白，西沙离体雨中飞，军人关公手用头刀戟，老江水节节奔，不了马飞飞的他分析呀生人，归公们叫他下马送来至，到明天红雨也再开冰冷，老将
他须开工，出风迎人，他也地分到福生，下令把皇中分为四肢离开神君，翅膀比爱民。好，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蒋月泉用慢讲调的这个弹唱的《弹词开篇战场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蒋月泉用快讲调弹唱的《白蛇弦曲上金山》。那么这一首讲调代表作品有些什么特色呢？白蛇上金山呢，讲的是许仙随便得紫金山，不然发挥啊。阿拉家属里向，心里想急得不得了。那么搿个辰光呢，白娘子得是三清看得紫金山，一门法海特助许仙，但是法海呢，随便拿法得用。而许仙呢，让家属个里向也看不见白娘子得是三清。让搿种情绪之下，这样有人用夸张点来唱出许仙心里向的闲话。那么当然，搿个辰光的许仙，搿个心情是非常的直接。他就是艺术家之所以要用夸张的来唱一段戏曲的基本原构。非常符合这个抒情哈。对的。那同时呢，在这段快讲调当中，我们还可以细细的品味到蒋先生高超的三弦的演奏技巧哈。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弦曲。闻听其意，两泪淋，是同在彼此我心。我不该听信法海儿女，我不该么皈依三宝是空门。想我许昔日沟口林的清早沟，我西平最最的人生。十指万我须还问，手中的来真家身，以为双亲地下问，我怎能与是空门走了这家身？想娘子受今生啊与愿，带来你3月20分，到那日子我受得见亲儿面，将我儿后
去灭陈平，我们听声为若难相听，我怎能与是空门走了这江身？大不如冲破袈裟去。好比铜匠铁笔也不严，我若出袈裟如凡不能。那我们欣赏的都是蒋老师的3段传统作品，那不知道蒋老师表演的现代人物唱的又怎么样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最后也请大家欣赏的是蒋月泉在现代中篇《家》中的一段选曲，受苦受难为了家。家呢是大家晓得巴金的名句，那么其中的决心是里头家家一位张王张生，但是由于封建理解的束缚，对于这个一位最最古教育有相当文化的决心来讲呢，也只能够是神气腾身，也不容家族当中的一切祝福，它是形成了决心这个一种无奈的性格。背叛与不相爱的人举行婚礼。好，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欣赏这一段家的戏曲，而且唱出了决心的心中之口啊，叫随口水呢为了家。我随口水呢为了家。所以没奈何，只得撇下他。我想走无你命难为啊，我是张生理应要慎重他像那美表妹为我生日空，他为我来，我为他，哪像我的家不是他的家。我是听话语，想如他，黑梅花你如他，一草一木都不差，皮皮今朝绿波金他。好，今天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呢，我们将介绍的是评话名家张鸿升以及他的英烈。好，欢迎大家带辰光收看观众朋友，再会，再见。